照顧者認知系列，正確理解焦慮。建議嘅觀點轉向，把焦慮視為信號而非敵人。問焦慮喺提醒緊乜？例如界線不足、資源唔夠、期望過高、需要支持等，而唔係即刻問點樣將佢消失。從修理個體轉為檢視情景，唔止檢討自己係咪太敏感，都要檢視環境是否唔合理，工作負荷、關係暴力、社會壓力等，將部分焦點放反系統同結構。對專業人士嘅具體改變建議：語言調整，喺教育同諮商中，刻意區分焦慮情緒同焦慮症，避免隨口講你有焦慮症，改為描述你正經歷好多焦慮感受，我哋一齊嚟理解佢。介入優先順序，先做正常化與心理教育，解釋焦慮嘅保護功能同演化意義，減少羞恥感同自責。之後先講症狀管理、呼吸放鬆、認知調整、行為實驗等，及必要時嘅藥物治療，將藥物放喺支持調節而唔係消滅情緒嘅位置。對公眾同當事人嘅實際做法，練習校察同命名，將我好糟糕改成我而家感到好焦慮，由自我評價轉向情緒觀察，有助降低病態化嘅自我標籤。建立調節工具箱，而唔係淨係求止痛藥，包括規律睡眠同運動、呼吸同放鬆練習、書寫焦慮源頭、設定可行行動步驟、尋求支持性關係或專業協助等，將焦慮視為可以被照顧、被回應嘅信號。最後提醒大家，正確了解焦慮係一種情緒，除非你察覺情況嚴重影響你嘅生活，否則就唔使過度擔心。